大家歡迎嚟到 Super Hidden HHH， 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動畫就比較特別，就我哋第二季嘅第一集，亦即係動畫52集。假如大家鍾意我嘅影片，就記得訂閱同按讚，亦都要睇埋我 channel 嘅其他陀螺片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3、2、1去片。首先就係男主角巴德擊爆勝利咗我哋嘅長龍神劍啦，好威啊！然後呢，七色彩亦都喺度做緊 cosplay 嘅直播。首先佢扮嘅就係護魚女嘅服飾，護魚女有蛇嘅鱗片絲就好靚啦，亦都有扮到犀牛嘅中國風服飾，好得意。亦都有呢個嘅獅子服飾，再有扮到緬甸嘅一個鯊魚嘅服飾。咁另一邊 X 就喺度諗緊佢嘅朋友龍宮庫洛姆，而其他記者全部喺度問佢對呢件事有啲咩睇法。X 亦都表達好開心。巴德就見到緬甸換上咗新服裝，打算同佢對戰。巴德亦都選擇咗惡魔鎖鏈，而緬甸小姐就會利用新陀螺同佢對戰。3、2、1 Go shoot！緬甸一射出新陀螺就係我哋嘅鯨魚啦，好多觀眾都好猶豫，而七色彩亦都講到鯨魚係有5塊巨型下壓印嘅陀螺，配上支撐底力比較高嘅軸心，可以快速咁樣下壓對手。咁佢哋經過不斷嘅碰撞之後，惡魔鎖鏈消耗咗好多持久力，但緬甸小姐呢亦都唔係掌握勝利喺手上。巴德發動佢嘅攻擊啦，鎖鏈嘅攻擊，咁就好快咁擊飛咗我哋嘅鯨魚，亦都獲得巴德首勝啦。另一方面，七色丹就仲從鹽田產業，亦即係贊助商傾緊偈，關於龍宮庫洛姆嘅。另一方面，白星天華亦都好似做緊嘢，唔知有啲咩事發生呢？